乡亲啊，来买面布啊！这个好买是台湾面布的重镇啊，每年的大会，这个面布节拢伫个遮登场。今年的主题呢，真侪店家品牌甲新的创业者拢来啊，所以展开了分林嘛，这个纺织产业的创新能量甲设计实力，真侪业者嘛，这个时阵推出优惠啊，吸引大批真介意台湾面布的民众前往现场的买气啊，是叉。分林好买是咱台湾生产面巾仔真出名的所在，逐年拢会办门巾节。今年结合在地品牌甲新创业者，推出科技功能的面巾仔、美容面巾仔、运动面巾仔等等的多元产品，展现分林纺织产业的创新甲设计实力，吸引真侪民众前往现场，人是可。那云林县政府呢，在我们建设处，不只是透过我们的 SBIR 让我们在技术上面能够提升，也能够交流。那毛巾这个日常生活的使用品之外呢，也慢慢的透过产官学研的合作，那现在不只是变成精品，变成纪念品，甚至呢，我们在送礼的时候，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伴手礼。现场唔乃当买面巾仔。可以当实际了解即马面巾仔产业的动态发展，欢迎大家把握时间来参加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